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联合时间欢迎收看4月1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了预防以后拢是大规模加复合式的灾害，市府都希望全民拢爱有防卫动员的概念，建结合国军等救灾单位加上新防灾科技的资源，来进行今年民安5号演习。该演习现场就伫安业停车场甲安平运河，整个救援的过程相当逼真。民安5号演习针对着大规模的灾害，进行各种预防的演练。现场包括中央部会、兵械人员以及市府各区的新办党人、国军长官甲外县市官务人员超过300位以上，拢前来视察这个演习。首先针对着风台来临的时阵，健康要执行的疏散任务，甲饮水时阵要如何应应，甲用上快紧的速度前往救援受困的民众。在这过程当中，有犯罪分子被逮捕等等，场面逼真。特车进行纵火，我们警察宪兵同仁目前以枪之力在现场将他给强力制服住。但此时第一时间现警同仁也通知19勤务中心，看到左手边警察不是勤务中心派遣一组辖区分队的消防车主来到现场，准备来进行这样的付钱模式。另外，在针对化学工厂火灾意外应变，民安5号演习也出动上界专业的化学消防车甲全套的防护服装来进行全面性的救援。新源化学车辆的抢救，目前可以看到这特殊的地板已经延伸出去，它特殊的探针模式，前方它备有热血橡皮，针对前方的热源可以进行探索，搭配高流量的苗子可以来进行抢救。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正前方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化灾处理车及救护车抵达现场后，会于消防处成立现场毒灾应变指挥站进行灾情评估。由于环保局依现场状况研判灾情有扩大之余，立即启动毒灾联防机制，请求南区环境系库专业技术小组及台南市毒灾联防小组支援现场应变作业，提供相关应变及防护装备。这个在水路这方面的救援也设定了相当多灾难的场面，亲像是车辆意外来掉回水内底，消防队要如何抢救，以及小型的载客船只发生火灾意外时阵，要如何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同时也呼叫着直升机来进行支援甲抢救。如果聚焦到我们的正前方在水池面看到是在我们的救生船艇，现在我们中70万户也进行抢救，出水进行抢救灭火的工作持续在进行当中。尤其现在的自火水的乘客陆续的均由我们的海巡署、我们的伙伴，还有我们的消防局、我们的工作同仁均已经陆续的将它抢救上来。这摆结合了军方、消防局甲民间单位的救灾力量，透过彼此之间的沟通甲协调，让民安5号演习顺利来完成。同时也借由演习，希望会当提升台南民众的防灾意识。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已经举办29届台南自动化机械展，每一档的办理欢迎拢相当的热烈。今年总共去240间厂商伫现场展出超过200台上界先进的机械。主办单位预估5天的展期将超过5亿的商机，希望成功带动台南各行各业的发展。请用贤！2019台南自动化机械暨智慧制造展正式开幕。每一档拢会受到侪厂商喜爱的台南机械展，今年的活动也伫咧4月11号开幕，地点同款选定伫咧南纺世贸展览中心来举行。这个总共吸引了240间的厂商到场摆摊，展出超过200台上界先进的机台，让每一位来参观的民众拢感觉非常新奇。今年我们这个展总共超过900个摊位来参展。那是南台湾最大的一个自动化机械展。那首先代表主办单位感谢这么多这个超过240家的一个业者给我们的支持，这是第一个感谢。第二个感谢是感谢台南市政府。那没有台南市政府就没有工商时报这个台南的展馆。那这个展我们
已经走了29年。那每一年，最近这几年节节高升啊，参展厂商今天是满载的哈。开幕第一天就吸引了侪民众到现场参观，希望会当把机会来了解自动化设备上最新的潮流甲趋势。厂商也真拍拼来介绍着公司的产品，这届有股将会当带来超过5亿新台币的商机。非常感谢《工商时报》，它能够长期以来，秉持发展台湾工业的这个信念，能够策展，能够办理这么好的展览。今年已经是第35年了哈，但是事实上参展的摊位已经超过900个，参展的厂商也超过240家。那我相信未来整体的产值，我们希望说能够越来越好。这届展期总共有4天，而且采取着免费参观的方式，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拢会当来到现场来体验南台湾上界大场的自动化机械展。自动化机械啊，赞不赞？赞！咱的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全国第一座由地方所推动的大江文化中心，嘛是成功结合了剧场、社区大学甲图书馆的文化中心。已经过14天的努力以后，总算完工。文化局定13号要来办开幕典礼，同时今年的大江文化季嘛以庆城作为主题来遮举办一系列活动。伫去年年底完成硬体建设的大江文化中心。上大的特色就是整个中心对硬体的规划、兴建到营运，拢是开放公民参与，加入政府、地方、学者等各方的意见。伫经过3个月的试营运，现在嘛将要伫13号正式来营运。开幕当天嘛安排了一系列充满特色甲当地文化的表演。我们从今年的1月到3月，我们就开始做试营运。那试营运的目的就是希望将整个台江文化中心里面的空间。还有它的相关的功能，能够尽量的把它做修正，让它更趋于完美。所以4月13号我们就即将要做开幕。那当然，这个开幕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这又是台江人写台江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史篇的一个开始哦。那所以在整个开幕的过程制作，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开幕能够接地气啊，也就是说，我们将台江的这些故事也好、文化也好，都希望把它融入到整个台江文化中心开幕的整个流程过程当中。为了庆祝台江文化中心的启用，由着台南人剧团甲阿伯乐戏工厂共同推出的开幕大戏《海港影》，咱的日子将会运用整个台江文化中心的剧场相关的空间作为表演的场地。要互观众咧看戏的同时，嘛会使熟悉整个剧场。大江影，咱的日子吼，这个故事，阮除了使用咱剧场内底的迄个表演空间以外，其实我伫这个剧场的外口，咱正耍办这个位置，啊，佫有一寡可能是咱的一般的民众无法度到的所在吼，我伫遐设计几个场景吼，我希望这个戏吼，会当互咱的。在地人会当互咱台南市的人会当真正了解一个剧场的使用，啊，互伊知影讲剧场内底其实有足侪代志会发生，恁甲我到伫舞台顶看到一件代志吼。同时，今年的大江文化季嘛特别以着庆城为主题，安排了为期2个月的开幕活动，要互整个台南市的市民拢会使感受到办喜事的气氛。未来大江文化中心嘛会成为安南区重要的艺文基地。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主席之工带昆山翁仔某为了协助中英大学营销发展的国际学庭，每个月拢会安排一天到环保加油站实际进行资源回收课程。同时，今年会中嘛为顶个月非洲的灾民来祈福。15名来自非洲东部普隆蒂共和国加坦桑尼亚学生，对着主席之工同齐比丘日，这是因做环保回收以来头一届加入具有人文气息的活动。因为顶个月热带气旋伊带侵袭东非的莫桑比克、辛巴威加马拉维3个国家，造成700多人死亡，超过300万人的生活受到影响。志工特别邀请因为受灾民众来祈福。
从陪伴他们到现在快2年的时间，他们一直都是当一个手心向上的人。但是今天因为我们介绍这些影片了以后，我发觉他们是可以当一个手心向下的人，所以让我感觉很感动，而且就感觉说这些孩子，我们长期这样陪伴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讲，我们慈济的人文是有让他们内化的。这群来自东非的学生是由曾古德基金会提供每学期大约9万块的生活费加奖助学金。来台就读英属发展的国际学术学位，将近2冬的时间，伫个主祭志工、蔡昆山、甲张月娥翁仔某的陪伴甲关怀，每个月安排一个假日到教育站来做环保，将环保的理念甲实际来结合。他们来自惠州因为我觉得惠州在我们印象中他们整个环境好像会比较不好，刚好他们来这边所学的就是学习环境教育。我想说，学习环境教育在环保应该可以做结合，所以说邀请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也很高兴就觉得说，学这个之后我回去可以带回我的国家，应用在生活上，带给我们的所有的国家的百姓一起来共同为地球来付出。志工透过动态的资源分类实作，加静态的人文课程。希望让这群接受台湾帮助的东非学生，会用的爱要惜福，毕业以后用台湾的环保加兴盛的人文经济，早回去非洲，透过生态环境的保护教育，会用的让贫瘠的非洲生活哪来哪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先享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为了和民众认识战争的冲击，一摆台湾文学馆甲妇女救援基金会以及荷兰的安妮之家共同举办展览，透过慰安妇阿嬷甲安妮日记女主角的角度来描写战争的可怕，希望创造是未来和平。在下一步，该展览正式展开，嘛要让大家看见女性的力量。安妮日记是伫战期间一位少女记录家己甲厝边的人秘伫密室内底逃避战争的故事。同一个时期的台湾女性，也有真侪人被迫成为慰安妇，因拢因为战争失去了家己的人生。为了让更较侪人会使了解这个故事，台湾文学馆特别甲妇女救援基金会以及荷兰的安妮之家共同举办一场特展。安妮与阿嬷的相遇，看到女性的力量。现场展示了安妮日记相关的资料，甲慰安妇阿嬷因的故事，要互来参观的民众看到战争无同角度的影响。如果说只是控诉某个特定的政权，这不是我们的用意，因为我们也晓得，慰安妇从南洋回来以后，她继续承受了台湾本地人的歧视。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希望可以避免掉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没有疯狂的政权就可以让世界和平。我们必须要人跟人之间的相互的尊重。那阿嬷跟安妮，他们呢都在生命当中遭受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这个不公平的对待，其实不是归咎在某个人，不要对他这样坏就可以了。我们需要每一个人都彼此的平等的、和善的对待彼此。那所以我们这个展览，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那非常珍贵的是，安妮与阿嬷他们都有书写的能力。他们后来都可以把他们的故事呢讲出来，所以我们文学馆才有资格来办这样的一个展览。妇女救援基金会在这么漫长的日子里，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把阿嬷的故事、安妮的故事，借由这一次跟台文馆的合作，我们可以带给南部的很多的学校，还有很多的老师、同学以及家长一个新的体验。因为这一次第一人称的写法、呈现手法，会使得我们更容易深入他们的世界。哇，说深入好像很神秘，对不对？其实它就是换位思考。当我们能够轻松的以换位思考的方式来认识阿嬷、认识安妮，那我们就知道，阿嬷与安妮都是人，人在暴力之下是怎么样的存活，是怎么样的恢复，是怎么样的看见自己是人这样的能力。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安妮甲慰安妇阿嬷的故事，作为上真实的历史见证，嘛呈现了无共时间背景女性所呈现的生命力，同时嘛邀请民众做伙来实现尊重、平权、无暴力的未来。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犹太人经过数千年的流亡甲威权的统治，不过犹原拥有文化独立甲自信。原来这种是甲因圣经的假释有关。为了让附城的民众会当认识犹太人的文化，目前有一场艺术主题展览相当的精彩，邀请台南的乡亲做伙来见证。为认捌犹太文化，伫个议员李克伟的牵线，由当年推广希伯来文化的游牧文化公司，结合曾经文化关怀运动的和平纪念馆牧师杜建成，加正个美学空间共同主办托拉的艺术展览。12号开始，将伫个台南正个美学空间来展出。伫个开展的记者会现场嘛，带来号角响起，希望透过号角来揭开犹太艺术的神秘面貌。以色列的这个地方跟我们台湾其实也很接近、很相似这个文化上如果可以来有更大的一个就好的文化来连结来交流来接触我想这对于台湾咱的国家这个也一定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对台湾的年轻人是非常有感觉的，非常有负担的。那我觉得这种思维是以色列跟台湾是应该可以互相的一个互补。然后不是说我们要变成他，但是是他的，我们有我们好的东西，那互相要怎么来冲击，变成一个好的东西，然后来影响年轻人。那当然，台湾有很多很棒的文创的事物，那我觉得年轻人在这些上面，我希望有一个撒下一个种子。妥拉的意思就是什么？指导、教训、指明、启示。所以这一个当中，让我们台湾人来学习，台湾人绝对不会比犹太人笨。我们比他们还聪明，但是他们可以成功，为什么我们今天还碰到这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去参观这一个画展的时候，从这一些展览的当中，我们来学习到底怎么样还能够进入到那个生命。如果我们可以进入到那个生命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展览主题以回归文化根本的语言加生活为主，对认捌希伯来文的字母开始。到近日深深影响犹太文化的各项节期，到最后活出奇迹精神的托拉文化展，邀请这位以色列的艺术家首次伫个台湾联展，第一站就选伫个台南展出，展期对4月12到5月18为止，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原路中首次举办创意市集比赛，结合中西餐的料理，用分组的方式，让餐饮科的学生对餐点的创意、整体包装以及如何行销，拢爱一手包办。嘛，等于是这个比赛体验家己创业做头家同款。无论是伫咧泡芙顶头加珍珠，或者是观察棒做出变化，这寡拢是中营路中餐饮系学生。发挥着满满的创意所创作出来的小小料理，由中营路中餐饮系2年的学生分做14组，分别去创作出来的对餐点的创意发想、实在的菜码、外观的包装，一直到摆摊、销售等等的工课，全部拢是学生一手包办，并且由着专业老师伫咧最后进行着试食甲拍分数。这是第一次办的创意市集。跟专题结合，
我们担心他们会做的出来就是产品不能吃啊，或是摆设，就是随便摆。可是他们做出来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的惊艳，所以小孩子的创意是无限的，所以我们有这个空间，他们是自由发挥，就比起在教室看着黑板上课，还要有意义的一个活动。所以呢，这样的活动呢，我们会陆续的办下去，让学生呢能够发挥他们的创意，然后呢，以后如果将来要开店，这些 idea 也将来都会用到，然后呢，上的专题跟上的实作课结合，就对他们就两堂课的结合，对他们的课堂上呢也有帮助。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活动呢，我们以后会继续办下去。那学生也就是看别人吃啊，然后看别人填问卷啊，自己本身也得到一种成就感。第一届中研女中创意市集竞赛也进行着4只学生的问卷调查，希望学生不只是单纯来制作餐点而已，而是会当更加了解到无同款顾客、无同款口味、甲无同款想法，进一步来得到较侪实务上的经验。咱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这份天气，温度23度到29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4月10号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